所以在社区大楼的筛检量，现有的住户785人全部筛检完毕，第一栋364人也全部清空，送到集中检疫中心。目前这785人筛出来是全属阴，不过在这里面有一个不是本大楼的住户，他是在大楼里面的装修工人，这个装修工人验出来是阳性，也是在1栋不同楼层，所以这个装修的工人到底他感染源跟本案有无关系，还在追查了解当中，因为这也是刚刚早上才验出来的结果，我们还会做好详细的比较，其他的所有都是阴。至于在这里面大家也很关心我们新北市的学校的停课的状况，我们一开始就采取只要及格，不等 PCR 出来，就先采取预防性的停课。那这一次大部分都在板桥，都有板桥。那在昨天，因为整个大楼也有孩子们要上课，所以在 PCR 没有出来的时候，我们采取预防性的停课。所以今天增加了13个学校3170人，总共这2天停了16校7369人，这都是以预防性的停课。那这预防性的停课会随着 PCR 的阴性证明出来以后，随时可以复课。那目前整个大楼的住户基本上都是阴性，所以会随着整个阴性以后，就会在明天 PCR 确定是阴性，没有其他问题的时候，才会再复课。这也是我们采取学校用高规格的标准来保护孩子们的安全。除了这个部分以外，我要借这个机会给市民朋友再做一个报告。到今天早上最新的状况，我们目前在及格的当中增加了2例，这2例是境外家属2例，是境外的家属匡列居家隔离增加了2例，这2例的CT值都很高，所以目前就增加了这2例。其他的我们匡列居家隔离951个，还没有新增个案。我们一切都会不断的反复做 PCR， 我们5天以后会再做一次 PCR。那目前新北市整个采取扩大匡列、扩大采检，所以我们大楼的住户除了扩大匡列以外，也把住户很多的像工作人员以及跟大楼职场有关系的，我们全部扩大匡列跟扩大采检，确保没有失漏。我们全力以赴，好好的守住这一波的疫情。谢谢大家。